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中国进前宣布要挺替台独分子，不过总统赖清德是回应中国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还有中国就爱和台湾民选的合法政府对话。今早起有9个外国人去垦丁生水，其中2个互梨花楼架起，其中1个有救起来，另外1个救起来时阵无喘过心跳，送病医救无回来。对日本来马来灭济飞行器半中途出来死亡，目前验尸了后，初步判断是体温加悬造成衰竭，才会来死亡。讲到今中昼有9个外国人去垦丁芳春石附近生水，其中2个去互一个海楼架起，当地的水上活动业者随到救人，其中1个有摸到石头，人是平安。不过另外1个就无较好运啊，是1个22岁查甫人，伊是1个美国人，风吹到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也救无回来。空管处表示讲，早起9点的时阵有插红旗，禁止游客生水，后来要到啊，也呼吁游客就要遵守规定。听水上奥多麦教练赶紧将渡水分别10个人救掉咧，人一上欢水急救。经过了大概有10分钟之久，他才在旁边的浪区，在那个地方被发现这样。10个人送病院了后，3个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是22岁美国籍查甫人，也是来台的高安大学生。中途甲其他8个外籍同学到垦丁准旁州海域去耍水，刚刚从海涌滚落去，查甫人甲一个同学互冲走，一个同学摸石头有互救起来，伊家己是不幸死亡。别人就有业者协助叫他上岸，然后我们再游出去把另外一个困在礁石区的回不来的拉上岸这样。像今天早上传唤死的部分，在9点就已经插上1支红旗，就是属于暗流区，禁止游泳。空管处讲，当地伫早起9点已经有插红旗提醒，暗楼区禁止受水耍水。去年7月，垦丁万里洞海边也发生海涌甲5个人赶走，加上岸边有一群教练，随个小船出去甲人救回来。退潮的时间比较容易发生。今天从早上7、8点的时候就开始满潮，之后就开始退潮。那今天刚好也是一个大潮的时间，所以这次离岸流应该是蛮强烈的。专家讲，梨花楼上电人发生伫退楼的时阵，提醒民众若看到无海涌花，如果是真青深蓝色的海边，就要真细腻，是毋是梨花楼，避免落水。上安全的方式是耍水时爱穿救生衫，也是炸蒲菇。若拄到梨花楼，身体放轻松，随海水飘出去，结果等人来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进前，中国宣布要停改台独，搁再公布新规定。总统赖清德今仔日表示，中国无任何权力制裁台湾人民，还有中国和台湾民选的合法政府就要交流对话，若无这两化关系会愈离愈远。另外，美国在台协会也强调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包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我想向最近中国南方因为暴雨成灾的民众表达慰问之意。两方的关系是真紧绷。总统赖清德伫回应中国发布停止台独的意见，相当会当破死刑进前，先主动关心中国的风灾，表达慰问。虽然明确表态讲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无任何权力来制裁台湾人民。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越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赖清德嘛呼吁中国爱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台湾的民选政府来交流对话，若无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只会愈来愈远。用军队来欢迎友邦，圣克里斯多夫和尼维斯联邦总理德鲁的访团。罗总统各友邦伫外交的拍拼，德鲁嘛强调讲支持台湾国际参与，肯定台湾伫国际重要贡献。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between our island nations, that spirit is stronger. 国际挺台湾的力量是愈升温。AIT 发布新闻稿，重申美方是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包括参加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符合美国对台的政策。最近，佫传出2个美国副助强要来台湾参加台美工作改章会议。虽然联合国2500号决议并无替中国一中原则来背书，重申台美的立场。
因为毕竟中国近期在针对2758的一个内容上，有特意的来去做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甚至把台湾的一个主权的归属混淆国际社会。学者批评中国乌白解说，国乌白用联合国275号决议，国分析中国顶解台独的意见，尽用法来威胁台湾的威逼手法，都敢若是台版的国安法。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进前法官行政院所提出的国会集权法案复议案，总统赖清德也表示已经完成签署，而且也会公布法案。不过，这修正条文有违宪的记录，而且侵害司法权限人民的文书，就特别注解侵害人民基本权利等意见，而且宣布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加暂时处分，呼吁调解就要尊重而且接受释宪的结果。赖总统也表示，讲释宪结果出来之前，伊未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要强调，我们反对国会扩权，不是反对国会改革。改革国会的方式更应该合法合宪。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摆伫总统府公开谈话，表示完成签署立法院通过国会集权法案。不过认为修正条文有违宪的基本，所以加注侵害人民基本权利这意见，并且宣布启动宪法诉讼。基于守护宪政秩序，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治病如此，治国也是一样的道理。未经审慎评估讨论的法律或制度移植，也可能对国家的宪政运作、人民的权利保障造成不良后果。总统府委有律师说明了大申请释宪理由，包含伫无修宪情况下，要求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并且接受质询，甲权力分立原则有冲突，侵害总统的人事主动形成权定。赖总统也强调，法案条文中牵涉调查听证的规定，引起国内外产业界烦恼，是提出释宪的主因。我们的确有收到许许多多来自企业界、外国商会，甚至国际的关心，这个也是总统府我本人提出释宪的主要原因。不宜通过任何法律对于经济产业的发展带来任何的冲击，这个是我们对国家社会人民最基本的底线的。赖总统也讲，释宪结果也未出来之前，家己未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也呼吁在野党应该要尊重宪法的严肃性，在大法官还没有做出释宪结果之前，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另外，在党这期现任大法官拢是民进党政府任命的，对执政者唔敢忤逆。赖清德回应，大法官任用拢经过严格宪政的程序，呼吁调解最后拢应该接受释宪结果，才法度消除宪政争议，让国家继续前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会集权法的修法风波呢，总统赖清德是讲要申请释宪和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是呼吁赖清德就要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呼吁大法官就要做出合宪的判决。那民进党团是强调拜三就会去提出释宪，是搁再批评国民党团就是心虚，知影因提出来法案有问题，才去攻击大法官。国会这款修法风波也未煞，总统赖清德讲要提释宪加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总召保光基批评赖清德讲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是赖清德对人民的承诺，也佫讲这届大法官拢是民进党任命，也毋过应该爱是做合宪的判决。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是讲赖清德向在野党提出无适合某人行动的要求，伊无法度理解。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吗？台湾已经成为皇帝制、中央集权、专制压迫的政府吗？赖清德总统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吗？我公开请教一下赖清德总统，请问你做这样子的要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民进党团是挺赖总统，强调26会伫咧第一时间提出释宪，也佫批评蓝营就是知影家己所提出的版本有问题，才攻击批评大法官。不要自己心虚，我来攻击大法官。本届大法官哪一个宪判有问题，或是往前大法官释宪有问题，请提出来了。这样子的评论有没有公允？我想社会大家可以判断。所以你绝对不是看门狗。我想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对未来大法官会做什么判决，关键民愿意有笑，但是讲会尊重。不过总是希望所有的争议甲主张会让伫咧宪法法庭讲互清楚。国会这款修法的争议，伫民进党提出释宪了，会建立另外一波调解攻防。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地检署抓到西雅山强河高国籍的这境外游艇运毒品案件，查到这游艇顶悬呢，要到一栋市值超过9亿的毒品开塔名，因为用游艇来运毒品是因为速度真紧，佫抓袂到，真歹追查。这届高雄地检署和海巡等单位合作，佫再和美国、马来西亚等抓毒的单位交换情报，才会当顺利抓到人。海巡人员大声喊，要求因停船，但这个船长却想要让海巡的船只逃逸，现场看起来是真惊险。海巡强势难检停船去查缉，就是因为这只假作是游艇的运毒船，刑警是真艰贵。发现到有一张不是这一艘玉胜号的一个游艇的一个毒品走私，它是有一个另外一艘船这个走私这个情资。那报请高雄地检署来指挥侦办。美国缉毒署的官员是特别到场，法务部长戴明谦嘛都南去表扬。高雄地检署日是宣布讲，抓到境外幽灵游艇破入胜号的运毒案，即摆唔但和警方、海巡这单位来合作，佮透过和美国、马来西亚这国家的缉毒单位来交换证据，顺利伫高雄外海抓到人。庆幸的是，他们在这个区域，然后像深夜，那有点松懈心防，睡着了，那导致我们就是靠近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察觉到。几道的商品卡塔名，拢总是动一动，市价超过9亿，当中红假就是低米包，船顶佫有先进的雷达设备和引擎，佫准备装啊、麻袋啊，方便随时甲证据弹掉，互查缉佫较困难。它就会从我国经济海域那逃到公海上去，那造成我们在登检方面是有一个主权上的争议，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很难去做登检的动作。那加上它的船就是动辄它的时速可以到35节以上，速度是不弱于我们的7支舰的。地检署估计大量的卡塔名难道就去市面上，后果是真严重。包括船长当中3个台籍和3个中国籍的船员，先后当中成案嘛准啊，王者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这罪嫌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查到犯罪集团用讲会当免费车资来招员工，佫会当提供正大汉机票，互因去到泰国做散工。事实上是要甲这个人赶去柬埔寨，再佫再要求因的亲人提钱来赎身。目前这个犯罪集团有8嫌犯，互警方抓起来呀。另外，也有一个阿公当着这投资的诈骗，互人拐23万，特别是含因孙也佫警方合作抓到这诈骗的强犯。湖山的男性互警方也铐起来，因为伊毋拿涉嫌以免费车资招募成员，成立犯罪组织，搁伫面册牵高薪水工课广告，锁定拄啊踏入社会少年家，借包车包大包机票去泰国食头路的名义，骗被害者出国，实际煞是去柬埔寨违法交警做工课。集团成员为了免事态扩大，那要求被害人的家属也要付赎金，他才愿意让被害人离开。那被害人家属汇了新台币15万元以后那这个杨姓被害人才能够返回台湾。被害者回来了，马上报警，警方顺线抓到可剩嫌犯等8人，搁伫徛街查到作案用的点钱机器、手机甲电脑等证物。专案以人口贩运防制法、组织犯罪防制条例、恐吓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但诈骗手法一直变，除了国外食头路，国内假投资诈骗共款真多。高雄有一个男性互虚拟货币投资群组骗23万。孙子不甘爷爷遭诈骗，将计就计，借用他的手机持续传讯，同时通知警方协助。等到与诈骗集团车手相约面交100万元时，民警一拥而上逮捕。孙仔甲车手当面交钱100万了后，警方赶紧冲出来抓人，对车手身躯敲出免用发票的收据。虽然车手辩解是帮朋友摕物件，全还是以诈欺洗钱防制法移送。警方提醒民众唔通贪图高薪水轻松的头路，还是轻信高利润的投资，以免违法还是受骗。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有一只日本的马来貘叫做英雄，要送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时阵，想袂到这只马来貘伫咧坐无人机的半路当中不幸来过往。经过验尸，初步判断，这马来貘死去的时阵呢，体温加悬到41度，也因为这个热紧迫引起身躯循环衰竭等等的问题，才造成伊来死亡。热的紧迫造成的一个全身循环性的一个障碍，跟明显功能的一个障碍引起的肺水肿死亡。日本横滨动物园2岁马来貘英雄，原地要来台湾进行血缘的交流。
结果刷伫大回龙机来台湾的路人死亡。我们先发现就是地上有一滩血迹，所以我们就赶快透过观察孔去观察动物的状况。将近12点的时候抵达动物园后，开箱后确定就是动物已经死亡。动物园指出，会当确定英雄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有身体无爽快甲滚量的情形，不过无法度判定经过偌久的时间。台北市立动物园甲台大兽医学的专家23甲解剖，初步判定是温度甲湿度相关引起的微分子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甲气灌水死亡。那以正常的体温36至37度来看，英雄死亡的时阵，伊的体温核心的温度有甲41度。41度就是很夸张的温度嘛，我们大概没有任何哺乳动物可以在40度以上撑那么久哦。但是41度是不是就是死亡时候的温度就不一定哦，它可能是之后包括细菌发酵，温度会再度拉高。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引起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整个运送过程摊开来。马来貘英雄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被死，是真罕见的案例，会将做未来动物交换里程安排重要的教材。因伫咧全球物种整合保育的趋势之下，后续也是甲欧洲、日本等等国家的机构展开动物族群拍种保育的行动，嘛强化每一个部分来降低物种伫国际运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的天气是热翕翕，气象署提醒讲，明仔载这时，云林县是红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若屏东县是柑仔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拢要注意。也讲到这礼拜拢是过昼了后，较熬落雷光雨的天气形态。到拜三、拜四，因为这太平洋高压转强，雨水会变较少寡。不过拜五呢，这雨水又搁再变高了。最近过昼定在落大雨，气象署表示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正旺爽地，前后拜二会偏南风，台湾各地头天气不稳定，尤其山区过昼闪雷阵雨的几率真悬。到拜三、拜四，因为太平洋高压转强，雨水会减少快，不过拜五开始雨水会搁变愈高。周三以及周四风向逐渐会慢慢的，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的会向西伸展，所以届时呢，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区域会稍微减小一些。不过呢，中部以北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那接下来到了29号、30号、31号，风向逐渐转成西南风，所以水汽又略微的增多。因那伫咧落雨进前，各地日头也是真炎。气象署指出，拜日有关会真热，除了苗栗、宜兰和台东较无遐热，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部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气象署是呼吁民众出门都要加注意有风热伤害。那未来3天，大致上因为太平洋高压都是比较强，所以都是属于高温而炎热的天气形态。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温度基本上在北中南都可以达到35、36度左右。那东半部地区大概是在32到33，澎金马分别是32、33、32以及30度的高温。气象署嘛解说讲，最近天气的这热，主要是因为日头辐射强所造成的。另外，针对风台的部分，气象署表示，目前热带海面主要也是太平洋高压，所以热带性低气压发生的几率就较低。日头车炎炎这款天气的形态，有关会维持1礼拜左右。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南韩首尔南部有一间锂电池工厂的仓库发生火灾，火拍发了后，发现厂房内面有20几个遗体。当日时间就是早起10点半左右，电池制造商 Arisel 伫咧行基道花城市的工厂，一大坑35000个锂电池成品仓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这消防队出动145个人，含几60台消防车去拍火，下晡也找到20多个遗体，可能是通报失踪的23个人，其中20个是外国人，2个是南韩人，1个也唔知。这详细伤亡人数佫需要调查。咱来关心全世界这气候变迁，这个时阵的北半球各地头拢出现热流的危机。美国东方高温已经来到36度，真有可能会热甲破纪录。另外，伫咧欧洲、亚洲，界上有几600人因为掉刷来死亡。也若讲到沙乌地阿拉伯的卖家去调成热死的，已经超过1300外个人咯。
日头赤炎炎，美国东方伫咧23巴尔的摩上悬的温度摄氏36度，费城上悬温35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讲，极端高温的天气会伫咧24转移到内布拉斯加州甲堪萨斯州。专家讲，这种季节天气遮尔热，到7月全国就有真侪所在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热过头的温度。It's hot out here. 研究显示，气候变迁将予这礼拜北半球各地出现危险的热天气，而且伫咧接落来几落10年会继续有危险的天气。自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开始烧煤炭加化石燃料，即马全世界平均温度已经上升要到摄氏1.3度。This anomalous heat early in the season as well means that perhaps we'll have an even longer period of especially hot temperatures to deal with this year. Any substantial heat wave, including the present one, has been made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and warm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as a result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极端高温出现伫咧4大洲的城市，亚洲、欧洲，敢若是掉山死亡的人就几落百人。沙特阿拉伯麦加吊城已经有超过1300人热死。天气遮尔热，因果用行长途要去吊城。当局资料显示，一寡死亡的人内面有83%是无经过思考要去吊城的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伫咧非洲西部国家奈及利亚一个挖海边的快乐之城阿耶托罗，因为这海平面变悬，有2/3的土地互海水淹去，民众呢敢若会当搬厝徙位，政府却是无法度来应付。海鹰一直拍到岸边荒废无人住的厝，加下骹的土石地基拢赶走。这是奈及利亚1947年建立的基督教社区阿耶托罗。原本大家甲这叫做快乐之城，不过即阵2/3已经互海平面凊悬拢淹了，30年来失去10平方公里的土地。All the Ayetoro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ea. And if you look where the sea is now, that is the end of the former Ayetoro. 民众已经提往内底陆地已经搬几啊摆呀，不过无论用什么方法，甲这战斗甲厝间继续悬，也是使这个海平面凊悬冲流去的速度。像囡仔无好好用读，民众也毋知要去叨位讨食，真侪人离开。老赖人连啉水拢真侪问题，因为附近河流的淡水生态系统已经转变成做咸水海洋生态系统袂用啉咯。Between 30 and 40 meters per year in terms of erosion, so it's very, very intense and it's very, very severe. 奈及利亚尼日河口的尼日河三角洲丰富的石油运送带来伤机甲环境的风险。专家讲，水底石油钻探是阿耶托罗地面一直流入去，互海水一直淹掉主要原因。另外，烟花对着水土保持有帮助，红树林拢除了了，还有气候暖化、海平面凊悬造成的侵蚀，都是主要原因。就当局暂时要找有效解决方案，已经是空谈啊。社区消息的景象，敢像每年极端气候做大水上款，有当时媒体报道一个，真侪气候变迁、暖化现象的证据。安怎具体来解决，依然是想无步。专家希望讲政府支持更加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对理解社区消息的完整的原因来对症下药。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人讲政府无情来看这俄乌战争，罗西亚指控乌克兰第23使用由美国提供的飞弹攻击克里米亚，造成5个人死亡，上百个民众受伤。因此要求美国和乌克兰就要为这场攻击事件担起责任。不过，伫咧前一天呢，这罗西亚用导弹击到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的人家厝，造成3死52伤。当地海沙堡度假民众听到少年耍的炮击声，紧张甲滑出来，物件款款的紧走。乌克兰23攻击去俄罗斯占去的克里米亚塞凡波市，由俄罗斯做靠山的塞凡波市长拉兹沃夫哈耶夫讲，乌克兰使用5粒由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飞弹，造成超过100个无辜民众受伤，其中包括3个囡仔甲2个大人死亡，也有5个儿童互人送入加护病房观察。俄罗斯国防部要求华盛顿甲基辅爱为这件攻击事件负责。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и структуры полностью ангажированы на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 являются уже н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а являются инструментарием в руках Запада. Мы будем добиваться и реакции, мы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было оповещено об очеред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х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乌克兰甲美国较目前拢还无针对塞凡堡市的攻击事件发表评论。不过，俄罗斯率相关敌对行动，发射导弹击着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一间民家，造成3死52伤，伤者包括3个10多岁的囡仔。 Це відсутність повної моралі і всього людського у кацапів. Що це ще, як інше це назвати? Це не люди, це нація виродків.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声明讲，为6月初开始，俄罗斯就发射超过2400粒导弹对付乌克兰，当中有700粒是上准哈尔科夫。另外，泽伦斯基要求西方会当允准因用外援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空军基地，不过美国方面也无答应。公司新闻新罗北编译。 讲到咱台湾囝生少的问题是真严重，即卖会影响到做兵的人数啊。根据统计，今年会当调集的这个役男的头一届无到10万人，预估到2011年的时阵会剩无到75000人。内政部即卖就预告要修法，要甲这12天军事训练的补充兵申请标准变好搁较悬哩。 今年起，义务役恢复一年的役期，训练也更加正式多元。不过，因为囡仔生少，役男的人数逐年来减少，今年会使定职役男只有97828人，头一摆无到10万人，有个2031年会剩无到75000人。 为了扩充兵员，国防部去年就修正免疫体位的成员加 BMI 达的标准。即阵内政部搁再有个修法，条员敢若需要接受12天军事训练的补充兵标准。役男直系血亲、翁婿也是家后，也是兄弟姊妹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而且无其他家属会使照顾，才获得申请，并且取消中继收入户申请的资格。另外，以家庭因素申请户替代役的条件也较严，提悬家属的年龄，得到一边的等级。内政部甲相关内容已经发公文予各级的学校。 和役男提前来应用。国防兵力结构调整，第二个就是追求兵役公平，94年次的这个薪资也做调整，接近基本工资。对于中低收入户来说，他从就是入伍到结训，而且重点还是必须要通过，那他才能领到这样子的薪水。做补充兵之后，他就可以赶快去再进行工作。这对于中低收入户家庭的青少年来说，它都是一个经济上面的一大打击。 陈小明指出，新月出来底主要趁钱的人会落势青少年，做兵的役期若是对12天延长真做1年，会影响因的就业甲职业的发展。呼吁内政部应该有完善配套设法，也是思考另外补贴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 军事冤案委员会在2013年洪仲丘事件时阵，捌成立过，帮助家属来调查真相，监督军事案件的调查过程。不过，敢若成立1年就解散啊！迄当时是由人权律师顾立雄和民间团体做伙来推动的。即摆顾立雄已经做到国防部长嘛，对民间团体和军事冤案的家属，呼吁顾立雄就要重新来启动军冤委员会。 请顾立雄部长重启军冤委员会。3位军冤家属由台湾陪审团协会陪同做伙开记者会，要求国防部中心启动军冤委员会。军事冤案受害者黄志杰的节指出，部队若发生自杀案件，军方调查的过程中，常常就会出现讲监视器害去的状况，而且过程非常无透明，所以希望会当有军冤委员会作为第三方来监督调查的过程。为什么只要是自缢的案件？ 军中的监视器全部不是坏掉，没有画面就是失效，因为军中调查资讯的不对等，所以我们才要设军中委员会。另外一个受害者蔡夏良的妈妈讲，军冤委员会是洪仲丘事件的时阵，人权律师顾立雄等人要求成立。即马顾立雄做国防部长，因望国防部会当重启这个机制。就像今年的1月5号到5月31日，总共有21个。 军中死亡案件有18个案件用自杀做结案了，希望他是人权律师，他能够重视到这一个区块。台湾陪审团协会指出，目前军事案件因为牵涉国家机密甲国家安全，调查的过程未公开，参加调查的人嘛有限。军冤委员会的成立会当互更较侪专家、家属、民间团体参与。因认为2013年洪仲丘事件发生的时阵，委员会敢若成立一档无够长，应该将这个委员会制度化。 所以，咱希望设一个军冤委员会，互这个军冤委员会有一个补充的调查权，嘛，互社会公正的人士甲军冤的这个家属会使参加这个委员会。
另外，协会嘛指出，2022年规年军中以自杀结案的案件是16件，今年目前就已经有18件，超过往规年的数量。望国防部听到诉求，互家长免挂心。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用超过60年的台北市第一殡仪馆，今早起开始拆，按算会拆5个月。拆掉了后，会升做停车场甲绿地使用。当地里长也表示讲，这居民已经等60年了，希望未来呢，这附近会当兴旺起来。台北市殡葬处也表示，治殡已经专区使用，礼厅和冰柜拢增加，对今年1月起营运较大，运作拢真顺利。水车泉水兼接土粉怪手当地拆除作业，为1905年启用的台北市第一殡仪馆行过一甲子。因为第二殡仪馆的2期工程完工，一并正式行入历史，功成身退。拆除工程工期一定要5个月。在地里长表示，居民已经5望60年啊。大家很高兴啊！现在最近的附近的房价都已经在波动。先问卷调查，问看看里面他的倾向是 AI 的还是商办大楼的，再跟都发局做一个报告。居民期待地方较发展的，不过一边正式拆除了后，需要一段时间拍地，初步会先做临时停车场甲绿地。你办公室最近原来展开问卷调查，包括社会主体、社会福利相关单位、商办大楼、台北市 A 安园区。地爽量的部分，台北市殡葬处表示，二边已经全区使用，礼厅甲冰柜拢有增加，为今年1月份试营运到即马运作顺利。2殡2期完工之后，我们礼厅总共是来到28厅，那比之前的21厅还要再多7厅。那冰柜数也来到了13、14，比之前多了360柜。目前这张需求都可以 cover 得住。殡葬处是讲，二边量能会当支应，不过议员嘛点出其他问题，包括交通动线无好，二边停车空间伤小，而且位无济。虽然市政府有规划让车停去附近的停车场，不过地点离二边较远，恐惊会造成民众不方便。除了2滨停车场、水岸停车场的建制，还有增辟接驳环人专车，对于望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包括分局、殡葬处以及交通中心来事先做相关的疏导。周万安表示，二滨市周围会搭配行人专用的设置，也有整体交通优化、科技执法这个作为，希望透过多方面做伙做，减少周边交通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鸡卵伤过济啊，一斤可能63块，是4月中过后第6届的价。农业部要好店家就爱对咧讲，不过业者是讲，就算卵有变较俗，不过这电价含其他成本拢有起，这不是卵价一个问题尔。香港讲的蚵仔煎，佮加一粒卵，有够香的卵香，互人喙哪拢要流落来啊！这是真侪民众拢想要问讲，明明各大卵的价数是一直在落，现在伫咧餐饮零售这边，嘛是无感觉卵的产品价数有在调降嘞。蛋价的这降价的这个利润又跑到那个电价上面去了，所以要调整那个空间就变成说紧缩掉，变成没有了。业者真无奈讲，最近是受到电池调起的影响，造成真侪物价拢对得起，经营成本是加真侪，无就干那靠底期鸡卵价数调降到来降价，价头搁转去鸡卵零售行。业者嘛相信讲，最近进货的时阵，确实感受到进价敢若在出流笼。商家的心里觉得说不会跌破4字头，觉得物价上涨要跌其实很难，而且包含说人事成本、机饲料部分，它既然会来到3字头，有可能更低，我觉得对大家是好事情。根据农业部上新鸡卵的产销资讯，鸡卵逐工的生产量差不多是12万1000外箱，个人逐工的需求是12万箱，已经出现提供超过需求的现象。加上最近国内鸡卵当是小月，买气是真歹。农商公会讲，这礼拜鸡卵产地价是逐斤27.5块，批发价逐斤37块。拜二会阁讨论后礼拜的卵价，若降价是4月后半个月以来第6摆降价。之所以要降价，就是希望抑制产地的生产，去压抑下来。你说有没有降价的空间？是也有。如果说跌的话，当然就有可能是3块，是一定有可能。如果把这些产蛋效率比较差的老母鸡呢，能够先淘汰，一方面是降低生产成本，蛋量能够从源头控管把它控制住，降下来，整个蛋价能够回稳。针对国内最近鸡卵的价数一直落，农业部讲已经呼吁尾端的餐饮业者来降价，另外嘛加速改善鸡母的汰换。另外因为最近天气较热，专家嘛提醒消费者，若鸡卵变一歹去会有臭味，建议煮进前先把卵敲伫碗内，确认新鲜度了后再落鼎去煮。记者综合报道。
健保署统计，112年健保给付的药费中2431亿，上届侪人伫咧食的药啊，就是有乙酰氨酚这款成分的止痛药啊，有898万人伫咧食，真有可能是去互广告牵咧行，民众食这止痛药啊，变甲是伤害，而且佫会囤货。不过这药师也要提醒民众讲，这乙酰氨酚成分的药啊，食了伤过济会伤肝，上好也是爱经过专业的评估。 因为筋骨痛、止痛药已经食3-4档啊，民众拢来药房定期摕药啊，拢已经摕惯势啊。因为像有时候找不到医生的时候，只好自救啊，不然怎么办？医生说痛再吃，不痛不要吃。真侪人若是头痛、肩膀痛、发烧，想要赶紧止痛，拢会食一粒含有乙酰氨酚的止痛药啊。第一线药师观察发现，因为对药啊成分的无了解，抑个疫情了，真侪民众拢会伫咧厝内传一寡药啊囥。 所以止痛药的需求怎么愈来愈大？现在目前来讲，所有的广告大部分都会带上一句乙酰氨酚，所以大家对乙酰氨酚的需求是非常的大，觉得说好像是身体有一点状况，大家就会跟这个乙酰氨酚做一个联想。根据健保署的统计，112年健保给付药的费用有2431亿，个人使用人数第一名的药啊是乙酰氨酚的止痛药啊，人数有898万人。 研判是这几年感染性疾病增加的影响，也若其他是止嗽药啊，也个来甲呼吸道分泌物透互部的相关药啊，像 COVID-19 或是流感等等，而且很多的一个疾病呢，都会伴随着一些疼痛，所以医生的话，一般大概就会处方这种解热镇痛剂来缓解病人的一些发烧、头痛或者是疼痛等等的一个症状。药师讲。 虽然乙酰氨酚较袂伤胃肠，不过若是长期食或者是食伤多，有可对肝会有影响。尤其民众若是家己买药啊，各家医生开的药啊，可能会造成无共品牌，不过同款止痛药成分的药啊，会食订单去。所以医院需要经过专业人员评估，结果再食药啊。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的高屏湿地生态真丰富，是市政府公告野生动物保护区。不过，对自2011年到今呢，有134件暗时共撞入去的案件。最近网络顶头有人伫咧查做报道顶头双烟花机个翕相，引起众人的批评。农业局也当咧调附近的监视器，若总有找到人，会该开罚单。 大公线甲回条伫湿地找食，游客到台中高屏湿地查证道，就使真近看得到。不过最近有网友伫面册私密摄影社团打出一张伫高屏湿地敢像摕烟花机配合慢速摄影所留落来，迄张是讲碰空相片。网友批评是不良示范，游客甲当地民众也认为无好。不可以放这种烟火的，就不能放这种烟花。我觉得，就算这张照片多美，也是违法了。对，所以就是说。 是不应该的。这款的拢卖违背迄落吼，种这款的无迄落袂使就袂使，唔好啦。去年12月有2个查甫人暗时家己拍开查证道，关坐铁门，骑机车走入去高屏湿地查证道，留下真侪车辆的痕迹，告互台中市农业局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罚上悬25万。高屏湿地巡守员坦白讲，每工日头落山了后就撤守，暗时民众若是超工要走入去，实在是无法度来阻挡。 暗时，你点啊后个月啊，也搁较侪人。啊，恁拢暗时拢要安怎管理？暗时都无管理，暗时要安怎管理？暗时遮都暗做是要安怎管理？于高美湿地木栈道上使用仙女棒进行拍摄，正在调阅现场监视影片追查，如有违反相关规定，将依野生动物保育法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之罚款。 农业局讲，对2012年到即阵，高屏湿地暗时家己走入去，总共处理134件。去年底机车案件怀疑5万是上悬的记录。网络传出疑似使用这个烟花机所翕的这个相片，就正伫调看附近的监视器。那属实的依照野保法开发，民众若发现违法行为，应随时向农业局甲警方通报。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鼓山渔港有采购示牌，讲遮袂当钓鱼，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来遮钓，是因为遮的钓客呢会甲真行道占掉的影响到过路人，甚至有的人互鱼线搞到就会跋倒，安尼是真危险。还有就表示讲会先开款道单，未来加强巡查，刷落来违规就会开罚单咯。
天气当小热，高山渔港也是有钓客，就算讲规身躯包安安，也是要来钓鱼啊。毋过渔港明明有插牌啊警告，才袂使钓鱼啊。就民众发现钓客的鱼钓啊会占用人行道道路，居民表示讲过去捌有钓客无注意，游客互鱼钓啊摔着受伤，甚至居民若口渴，阁会互钓客歹，认为警方爱严格处理。钓鱼的人是看海啊。伊嘛要摔的话，伊要摔的就是伊无看后壁讲有人啊无人啊，啊是讲多人多要过，啊搁来摔的，啊捌你搞一届。我会使来呼吁讲遮袂使钓啊，无警察来来。啊，伊爱听就听，无爱听有了叫做麻烦会拍人啊，啊拍你知道吗？高雄市目前有16大合法的钓鱼区，独独高山渔港无开放钓鱼，是因为渔港伤远近徛基厝，加上边仔是高山渔市场，游客真多，并无适合钓鱼啊。根据海洋局的统计，高山渔港平均一个月会开出60张的款倒单，到打也未正式罚款。若是钓客第二届搁伫遮违法钓鱼啊，才会正式开罚单。加强巡查，以维护该区域人行道上的旅客及行人安全。最后呼吁钓友应选择于公告开放区域垂钓，如临近的高雄港第一港口北防波堤靠西子湾的部分，可享受钓鱼的乐趣，也避免触法。海洋局表示讲，高山渔港现场拢有插牌啊，警告袂使钓鱼，若是看到无效，会依照渔港法来罚3万到15万。未来会加强巡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钟义辉、吴志宏高雄报道。来看台南东区的中华东路，这车流量是真大，遐有袂少店家也有购物中心。不过沿线有真侪电商等障碍物，对几路人来讲是无优先的。市政府是有向中央争取经费，要做人行道甲路面的改善工程。即马也有列管181件人行道障碍物，按算会分阶段调整，115年会甲全面做甲好势。上下班时间，台南东区中华东路车流量真大，佮加上双边路边有店家，有侪人会来遮踅。毋过详细看，遮无人行道通行。沿路电脑是看到电商占路的状况，甚至无人甲厝内无碍废弃物拢抌踮外口，致使过路人咧行搭真过路。较无方便你停下啊，爱有迄个所在通好，互伊煞。我会感觉啦，地下化会较好啦，因为路面盖好，就是爱互行人去行嘛，吼啊。你变成像咧动咧，一寡轮椅啦，还是较无方便的人士，还是讲一寡吼，咱年岁较大的朋友吼咧行，可能拢无方便。台南城市发展早，北条道路毋但佫无留公共设施的空间，即阵市府盘点人行道宽度无到90公分，佮兼有障碍物，拢总列管181件。工务局指出，咧清刷确实有困难，爱考量空间的限制。目前应采用分阶段施工。有民间团体是认为，政府应该整合，甲相关的规格定好势，幸福过路人一个安全的通行空间。已经有规范出来，但是它没有入法，所以你没有照着做，其实也没有法则。那我们希望这一块可以把它明定出来。那你要做的话，你需要遵照什么规则，然后放在哪里？那这些应该政府这应该需要主导。困难点在于是说要有适当的公共设施带，比如说有分割岛够宽的话，我们就把它移到分割岛去；或者如果没有分割岛的话，就变成是要跟住户或店家去协调。市府讲已经有向中央争取经费，目前的先针对主要干道做调整。亲像中华东路后个月的发包时间，因按算伫115年会全面改善好势。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中华高铁站对2015年营运到今，一直是高铁12个车站内面的出入车站人数上介低的车站。民众认为讲，这中华高铁站的车房上过少，交通佫不利便。针对这部分的交通部已经核定电中支线，要对电中火车头有一条铁路去到中华高铁站，按算是2026年10月要动工。高铁站内底，民众有行李准备要去坐车，去伫中华电中的中华高铁站，自2015年通车到今，进出站人数一直是高铁12个车站内底吊车尾的。民众认为交通无利便是主要原因。实在拢较无方便，大中的迄高铁其实坐唔管你要去市区还是要去彰化市，拢就方便的。所以讲我是感觉彰化这会使做一定的改善。附近的交通对田中人来说算是方便，但是如果对田中以外的人来说，我就觉得应该会有点勉强。
针对中华高铁站的交通问题，交通部已经核定田中支线兴建计划，要为田中火车站有一条铁路连接中华高铁站。顶个月已经核定田中支线基本设计，交通部长李明彦也特别到南关心进度。今年年底，伊的工程就要来发包，伊个先起工程，那么主要的站体伫2015年来发包。这中间我想即摆搁咧设计，现主持若有法度，咱尽量来听取大家意见。田中支线总工程费41亿，比综合规划时阵核定的经费加出19亿。代替公司依照定时办理修正计划，今年底会先发包完底田中火车站的整修改善工程。新田中站预计2026年10月开工，2029年的年底通车。交通部也宣布，为7月初1开始，中华高铁站会增加车班，提升运输的量能。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存无到1个月时间，巴黎奥运就要开始啊！中华奥会今公布代表团的服装。另外，咱的霹雳舞选手孙静以比赛总积分60分，摕到参加巴黎奥运的资格。选手穿全新的中华代表团的团服是真水气出现。巴黎奥运倒头算1个月，中华奥会日是公布代表团的团服，选手徛起咧春等台等气势。有选手讲，这比因徛起咧比赛擂台顶搁较紧张。咱的中华健儿拢准备好啊！中华奥会韩国也不体育输，奥运备好，希望因替咱拼公赢。东京奥运可以拿到12面奖牌，分布在10个项目，我相信这10个项目都有机会获得奖牌，甚至金牌。咱的代表队嘛传出好消息，霹雳舞的好手孙静，伫奥运资格的系列赛上尾一场的布达佩斯站的比赛，虽然伫16强小组循环赛输后，同款以排名第15名，摕到积分26分，加上进前上海站的积分34分，以总积分60分，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替台湾创纪录。希望他能够再降个1.5公斤，减少他膝盖的负担，还有手腕的负担，跳舞的线条也会比较好看。他的心肺的输出，高强度短切的状况之下，可以恢复能力比较好。又有选手入选为这个巴黎奥运的一个选手。射箭事实上奥委会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有6位选手取得资格，至少16项的运动项目，然后目标大概有58位到60位的运动选手。目前陪孙静伫布达佩斯的教练伫山顶表示讲，巴黎奥运第一摆甲霹雳舞放入去，不管查甫的选手，拢敢若有16个参赛名额。孙静一路拍拼，总算有回报，得到这张门票是真无简单，会继续加强孙静的相关训练，拍拼伫奥运内面为台湾拼公赢。记者综合报道。日港剧团的经典戏出人间条件，反映社会当中民众生活。这出戏一搬就搬23年，总共有8出。这人间条件1让6年了后，今年搁再搬。这剧情是对着社会变化加入新的元素。演员也包括着网青补习班老师棉花园第3代，要互观众朋友有一个新世代的人间体验。这就是恁的什么第世代，无大无小无有意的世代啦。演员画出《人间条件1》内底的经典台词，日港剧团的代表作《人间条件》系列中上届经典的《人间条件1》，讲一个普通家庭的阿嬷过身了后，佮附身伫查某孙身上，返来人间所发生的故事。今年大人开始要重新登台，导演吴念真讲，这出戏对一开始到这阵已经进入新的世代。这届重演演员全部定找有歌手、网青补习班名师以及棉花园第3代的下届合作。我记得20几年前演到现在，其实真的时间很长。那是另外一个时代，好像随时都有人会提说，要不要重演《人间条件1》这样。那我觉得既然这样就重演吧，那就是从那个演员里面再去找合适的这样子。拜请五路众神明，速速下凡，都要渡过啊！执行导演讲，除了演员下届合作，这出戏的特色是会一直对着时代来变化。这个剧情的背景改做2024年，会阁有新的元素出现，想要让观众挖进生活有一个全新的体验。他跟着年代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成长，怎么样来到怎么样的年代，他都很好把它把握当下，然后处在当下的环境。比如说那个西施，最早从槟榔西施，然后再变成小甜甜，再来到《冰雪奇缘》的 Elsa、Let It Go， 然后再来到这一期间点加加酒的安妮亚，所以这个都会一直在改变。
另外，导演吴念真嘛讲，林间的剧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做出一出接近观众的故事，反映社会中小人物的生活，上主要就是要让观众快乐甲感动。剧团也邀请民众做伙行入剧场，重新体验新世代的林间。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印尼呢，有一个由地头巾女性组成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成立10年来，挑战穆斯林含地头巾种种的禁区，而且伫咧国内外是愈来愈出名。所以来，因要伫咧英国世界上上界大的露天音乐节来表演。在大家观众热情的喊声中，电子吉他甲强烈节奏的打击乐音，互现场的气氛规个热起来。印尼这个 Heavy Metal 乐团3个成员嘛全部女性，而且佫是头巾白暗暗的女性。因的表演风格无定着无亲像西方这种乐团遐尼野。毋过成立10年来，为厝的人反对到社会无共的眼光，因原来经历各种的挑战。Terus di kampung terutama kan suka dianggap kalau musik metal itu musik setan gitu, nggak cocok dimainin sama perempuan apalagi kita berhijab gitu. Itu kalau konser pasti ada yang nyeletuk gitu. Allahu Akbar, dar gitu, bom kayak gitu-gitu tuh suka dari penonton. Ya. Dari penonton. Jadi kita udah kriminal aja gitu, teroris gitu di matanya. 就算互厝的人当作去卡着爱去治疗，也是互人警惕当作恐怖分子，这拢无减少这3个查某囡仔对 Heavy Metal 音乐的热情。因伫高中的时阵，受到美国 Heavy Metal Rockin' Roll 乐团的启发，开始耍音乐。乐团的名就叫做喧闹之声，用意是伫打破地头巾穆斯林查某囡仔一向温柔端庄的固定印象。Berhijab bukan berarti jadi penghalang buat main musik apapun gitu sih。这个乐团即马伫印尼真互人欢迎，除了伫10月的雅加达音乐节吸引真侪迷众，嘛红去国外，嘛前往美国甲法国表演。这个礼拜六佫应邀到英国参加格拉斯顿伯利音乐节，将为头一个伫世界上大户外音乐节演出的印尼乐团。所以因要佫创作新的专辑，针对贪污、女权甲环境这个社会议题继续发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在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